份娘養3代人，你有冇發現你已經變咗提款機呢？阿爸話未準備好退休，阿公又話冇做過規劃，啲責任就係咁一代一代推落嚟。你爸爸一心想照顧你，點知自己都搞唔掂。就算人工幾高，都唔代表你一世衣食無憂。冇退休規劃，3代同堂都未必係你心目中諗得咁幸福啊！細個以為唔關你事，點知第日個個都靠你。其實老人家唔係求大富大貴，只係想晚年唔使靠仔女、靠政府都可以活得有尊嚴。你嘅父母就未必識啫，但係如果你今日唔做選擇，就係默默咁叫你個仔將來幫你埋單。想第日過得有尊嚴，唔想有負擔，就要由而家開始 plan 啦。無論你而家咩年紀，都可以用年金做好退休規劃，幫你由而家開始累積資產。到咗某個年紀就開始每一個月都有糧出俾自己，唔使靠仔女，唔使賣樓。譬如你喺40歲擺30萬落個鋪度，預期3年回本，由你65歲退休開始拎到80歲，每個月攞到9400蚊，拎足20年 ，total 係本金嘅7倍啊！有現金流就有選擇權，DM 我哋幫你好好規劃退休生活啦〜